今本日从古高到前，爱烧嘅古土，唔係台陸地方可能兩隻腳行出來嘅土路，係一條先民用兩隻手撐出來嘅水路。都因為一條水路古土，故所陸隊在南部開出一類又一類嘅花。今本日嘅節目，我哋前進陸隊，對一場鬧熱嘅發通來開始。哇！要看到我青島嘅人啊，溜隊啊！吼，嚟到平塘那邊講溜隊呢，只係嗌咧客家人，客人呢，即南部那邊青島只係溜隊那邊啊。基本嘢啊，你看走線啊，大家呢同啲來路跑比賽啊，因為嗌咧呢總顧高到前哦，我用運動嘅方法呢，然後溜隊客人呢做一個交流一下，還有啊嘛，請感謝嘅客家委員會啊，吼辦暗號嘅活動啊，吼，本呢個溜隊啊，吼推廣嗌咧觀光文化，還有哦嗌咧從古高到前啊，去鋪喺古道咧，那是兩位啊，嗌咧呢即本地哎呦，請出來啊，吼，鎖定嗌咧節目哦，落去看下去。天慢慢嚟講，6點一到，準時民眾開始走。2000人嘅線數全力向前衝，用安尼嘅方式，緊走緊認識綠隊，實在係千好嘅發通。綠隊簡單嚟講，就係高平地區由客家人組成嘅綠隊處理性嘅義勇軍。裡面為咗同軍隊有分別，故所將漸漸改做綠隊。冇錯啦，呢隻係你哋溜隊啦。啊，溜隊係哪溜隊啊？我哋溜隊都中前左右後前鋒隊。啊，我哋中隊呢都算足天橋。綠隊當中，除係友隊在高雄，其他嘅都在屏東地區。綠隊義勇軍在1721年嘅朱一貴反清事件過後來成立。今日招標嘅起點忠義亭，就同當年嘅事件親有關係喲。為了愛紀念1721年嘅後嘅，又為朱一貴事件，啊，佢我哋要適合嘅時間呢，又要為替解太總理。李出山，李出山，太總理，係議論狀元，都屬於我哋中隊，係都帶又為替解，啊，同又為啊朱一貴呢，壓下來去平天以後呢，我哋呢康熙皇帝呢都賜劍，係忠義亭，係要誓師，都有嘅地方，就那裡，啊，家下呢有一下對佢斬，斬嘅時間呢，亦都用奶來比，佢問人哋奶個重。哦喲，啊，同你不會逐漸嘅時事也嚟，比啊，喺亞洲邊嚟最重，都實喺傾下嚟哦，所以跟奶清好嘅意思啦，哈，奶好即係嗌你嘅忠義亭直接係都喺入邊，冇關係嘅客人啊、好老人行喺原住民啊、同地平安啊。而佢嘅替解打朱一貴嘅時間，也將我哋那個歷史記載嗬，也有好多人佢嘅知識喺其啊，啊也有原住民，也係知識喺其啊，原住民呢？係啊，因為有個地方以前都係平埔族嘅地方，平埔族，係，所以忠義亭呢好多客人，但係唔係只有中國客人，而係種族有原住民、好多人、客人、客家人，從下為了保護一個地方，啊。犧牲以後呢，仲可以繼續在這裡。有300年歷史嘅忠義亭，服侍保家衛國來犧牲嘅綠隊壯士。195年，第一擺抗日發動失敗過後，綠隊嘅義勇軍就解散了。過後，綠隊名詞就變做南部客家族群嘅代名詞。今日愛燒嘅水路古土，都係綠隊先民一步一步喺一片開墾嘅腳跡。啊，先民呢都有嘅沿向過來時間，都都有嘅東江海。東江海上來時間呢，同樣都有嘅塔塔港。
也十米路迄龙江海，迄个人最先民去个上岸的天王。哦，第一只上岸地方。对，你个塔塔港，打港。個塔塔港，你起藝人咧跳塔船。啊，個天王咧，你喺藝人人向咧，喺有乜嘅同時經過嘅東江海，啊，你個塔塔港嘅上岸，啊，藝人也就有多一道同時咧，你個塔塔港嘅熟悉，所以塔塔港咧，喺藝人也嘅天王咧，綠隊天氣最早嘅最主要嘅港橋，所以一切咧有嘅綠隊嘅歷史咧，你愛對啊塔塔港開始講起。哎呀，政府就搞本藝咧，好，拜託。握一下手，我哋就出發了。也是一條先民開墾綠隊地區嘅水路古道。200多年前，今日順登龍江海向上頭行，佢一片開拓家園。今日，我哋路喺順登一條路線，軌到先民第一排上岸嘅塔塔港。塔塔港位在竹田鄉嘅跳塔莊，跳塔以兩隻字當貼片。青島人唔知啊愛用嘅念，冇相干，都會這片相信一切就有答案呢。哦，呢位真經清發啦吼，啊呢位嘅吼，即係個打港啊，你看咯，呢水啊吼，看起來清清嘛，那意思就係講啊，路條擺呢，就做在航船，真經唔係我自家講嘅啊，一下有一隻人咯，都在同愛。講同愛證明一下，俺一情誼。先生，幾箱？哦，我箱就箱車啦吼。車哈。啊，我24年種吼。從人浪去計啦，都係6階存檔啦，所以講應該我對啊透塔港體育嘅了解應該深了解啦。塔塔港係一個內陸河口港，喺清朝初年。韓本人列做係台灣重要嘅港口之一。家園同村莊約見面嘅白公廟，就位在塔塔港順巷。200多年來，一直保庇鴉片嘅人出入平安。佢日嘅有啲按照塔塔港入嘅故哦，用地方嘅福建精神哦。相傳啊，我哋先民哦，也行人塔塔港來到有時都開莊嘅時候都成有一個白公，般樣都出嚟啦，冇打冇人類亂。塔塔莊兩比白公啊！哦，那路頭擺就這兩邊咧，係嘛？這嘛嘅一個塔塔港哦，應該一個頭呢有龍江海啊，可以到二路咧，經過二路咧，再到內部嘅，內部內咧經過個長利池哈，長利池嘅後邊有一條叫做龍江海，頭邊嗰啲頭度，差唔多有100公里啦。確實差不多應該4、5公里應該有吧。你到內部嚟看，啊個檔口你可以睇到矮條海啦。當時有個湖一定長，啊有水門那還冇多，所以講有個水坡呢，可以對啊個運一個糧食啊嗬，啊日用電腦運到呢度呢。人哋咧，塔莊啊嗬，路條擺只一隻糧食集散地，係啦，係冇，係咁講啊嗬。還蠻有青島嘅糧食啊，吼，這個龍江海岸用行來行去，行來行去，係嘛？但是以前啊，吼用倉嘅嚟排嘅運，係哦，用倉嘅咯。跟住咯，頭擺冇紙，啊然後運嚟也用牛叉呢。哦，用牛叉，運到了邊用倉嘅哎喲。你撞個排行一絲絲啦，冇合夫啊。誒，先生，你行然後做在突然去體驗路條擺冇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也係塔塔港早就冇撐竹排嘅了，大家失望將竹排嘅降到水門，如係愛體驗當年先民開墾嘅情形。龍江海係東江海嘅支流，當年嘅老祖先就從家園一下岸呢，向上頭前進，一步一步以前適合人吃嘅家園。綠隊地區所產生嘅米糧、貨物，每過一條海，一個港送於外界各地。最遠還去到中國地區，對清朝嘅初年到清朝嘅末期，塔塔港嘅水運業務風光嘅差唔多2世紀。順登龍江海向上頭行，就嚟到跳塔莊嘅莊頭，跳塔2隻字嘅米帶就會公布了。哎呦，村長，兩位又係白公了。係錯。哦。啊，像台前人講台按照塔莊係咪？塔莊咧用皮上嗰個嘅，哎呀要按照跳塔莊。等下將眼看一下了字好冇？
跳入村的吼，带下点米，右边的仔啦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向落按到捏还有米，哎呀，踢入跟头摆人哋讲踢米啦，吼买捏。买捏粮食，伊在都村的吼，顾名思义，看啲书嘛，看啲什么吼，买出来，也都买捏呗。所以讲，谈讲以前古上讲，俺哋要挑出讲也係像个粮食出呢个地方，咁就越嚟越嚟挑講，講。原來特別嘅跳踏狀係按樣來嘅哦。六隊選民對跳踏狀開始，慢慢嚟開墾出頭輪、二輪呢。中輪、尾輪呢個狀態，跳踏狀因為由太太講，美股所發展咗六隊體系嘅米谷買賣中心，做得有按度嘅米量，完全係因為族田嘅土地清皮。一下呢，我哋一步一步向族田嘅中心來前進。人家說按照族田啦，哈，族田按照敦睦。也係一個六隊嘅總隊，客家嘅羅祖賢啊，賢民，對長城公司台啊，亦都用東江蟹來到屏東要再用龍江蟹啊，嚟尋一條開發嘅地方。所以多人哋種田嘅時節的哈，有啲打㗎，有都也是爽啊。種田以前冇人就種田，以前叫乜解？我哋就敦睦種咯，按照呢個講啊，屯睦啊。你阿姑說啊，吼，外邊嘅土地啊，嘅奶啊，吼，應該係清好啊。哦，當好有當皮嘅地方啊，你啊。當皮啊，個土地啊，羅祖賢啊，土呀，啲土地都按照太湖山衝下來衝沙地，雖然就。所以多人哋種田嘅時節的哈，有啲打㗎，有都也是爽啊，要羅祖賢呢，將我鋪落木頭啊，頭也是看到按平，頭要開發，開發呢以後呢，一雖然改足，所以你頭要做磨嘅，絲磨嘅。哦，你下看到很看亮，按太片，按快一點，以前都全部按嘅，全部係按用，要平平嘅，平嘅，雖然要改足。所以講鴉片的農產品呢，以水稻、米谷為主。米谷生產到米谷呢，吼，當然這個是唔係啦。係啊，賣出去呢，吼，你到來多呀，有啲村，按照跳踏村。哦，跳踏村以前按照太太長嚟買米谷。種田，以前冇人就種田。以前叫乜解？我哋就敦睦種。敦睦種咯，按照呢個講啊，屯睦啊，如果你種啲呢米谷啊，下冇爽爽，你土種田啊做倉庫，倉庫呢米谷存喺台嘅，你存喺台啊就屯睦同時，原來屯睦種，所以種田。都有佢可以講敦睦，也可以講種隊，按道一樣哦，也幾百年後啊，一時代變遷啊，政府啊都開高速公路台啊啦，也都添一條高速公路啊，高速公路撞過以後呢，吼，也所有嘅生產生活全部改變咧，一個也農作物啦。也唔係單純嘅絲禾喲，係哦，要有種檸檬哦。來看一下，來，看檸檬哦。哇，檸檬是有這看得到咧。檸檬是1等1的哦。哦，你看呢檸檬哦，呢批下米都是地油好嘛。清香嘛，清香，哎呦，也都種田最好檸檬了。真勁嘅哦，你種田啊，吼，你講嘅路條擺名嘅敦睦嘛，吼，敦睦啊，即係講嘅，吼，青島嘅東西啊，還有嘅水果啊，乜嘅東西啊，還有貨啊，吼，總之，用到嘅位，用到種田嘅位，你啊，古說啊，吼，外邊嘅土地啊，嘅奶啊，吼。應該係清好啊！哦，當好有當皮嘅地方啊！你啊，當皮啊！屏東嘅六隊啊，就係客人嘅個土地啊，羅祖賢啊，你土呀，啲土地都按照太湖山衝下來衝沙地，雖然少，雖然種物嘅搶物嘅，唔講師傅，我3兩萬個，
中雷梦，雷梦一等于。了下，望该体力会体重要，这了啥？来，看一下，哇，搬下来，哦，青皮啊，你看下奶哈，哎，算无色的，无色的奶，那嘛个无色呢？如盐味啊的奶啊，如果太无sản冲下来嘅，变成有机会，有機嘅土地，有松看啦，松呢，係啊，種埋嘅搶埋嘅。呀，因為有土地，所以呢，客家人啊，哈，來到呀呢，無形之中去發展，形成嘅綠隊啊。那這個綠隊都能嚟客家人打邊嘅地方安尼啦。好啥呀？差唔多了，差唔多了。咩嚟？去市場茶嚟行一下哦，我哋有啲市場茶當有名嘅喲。哇，你要聽嚟行哇？會啊，哦，來去啊！理事長帶領家園來嘅地方，就係也竹田最熱門嘅景點。腳踏茶土，東方嘅國家橋就係國土3號竹田段。利用橋墩下背嘅梯架，花2年嘅時間，打造一條長4.4公里嘅腳踏茶土，向開放門附近嘅客家莊來負責整理維護。市場土啊，哈，因為我來一年嘛，哎呦，用蠻耐，上一次嘅屏東縣長啊，嘅曹基鴻啊，因為呢。客家人啊，按打拼，按努力，所以講一路用也自身嘅才能呢，對呢啲竹田啊，啲客家莊啊，高速公路大廈啊，伊來做啲市場茶土，當地嘅老百姓呢，能夠來呀遊覽，來呀休息，來呀運動，來呀了解歷史。基本應該啲資料去稽查啊，吼，有一隻廣告啊，對後生人來講啊，吼。但是今後因為啊，你今後運動嘛，哈，這啲運動嘅時節啊，吼，含做啲了解啲 VA 嘅歷史啊，還有文化安樣，吼，啊，對外人嘅好運動嘅人啊，吼，嘛係一隻滋潤啊，當然啦，安樣意思。來到鴉片啊，除咗來了解下地方外啊，係該度好少啲地方點啊？雷夢啊，好嚟雷夢，文心蘭啊，萬代蘭，有啲人竹田嘅特色。有一年客家公園，尤其文心蘭呢，70%全部屬於日本。竹田嘅農產對早期嘅土米，慢慢地發展咗一下多元化嘅產品，內網、茶泡、文心蘭，喺市場上都有千好嘅風評。尤其係蘭花嘅栽培，喺花農嘅努力之下，變咗全台灣最重要嘅產地。原本幾年嘅當年嘅竹田係冇適合蘭花嘅生長。唔過花農克服環境，再加上竹田豐富嘅地下水資源，寒天受暖、熱天冷，都可做得調節溫度，故所漸漸發展咗台灣嘅蘭花帝國。豐富嘅地下水資源，等一下大家都做得看得到哦。哦，陳先生，噼噼啪啪哦，也都產水啊，你話？產水啊！小弟啊，你去到按照地方鋪片啊，有看嗰個平地有按嚟產水嘅冇？你係第100，全省鋪平地有，有只有亞地方有，同時有看到也有蓮花冇？哇，真強哦！你水你講真好係冇？我就特別講一下哈。好。人哋嗰片地其實客家莊嘅特色啊，咁啊嗰有話呢，有啲頭都講嘅啊，太湖山啊，從下來形成有個平原啊，而除咗該肥沃以外，水源特別足，因為而家水源對山當落下來，形成按照湖流湧泉放起來，所以以前竹田嘅水啊，亂足也唔係幾年嘅了，也哦水源上起來，那一下就差唔多3尺左右啊，3尺水都出來，3尺都啊，是咧啊，1公尺嘅啊，水都出來，有啲人竹田嘅特色，以前我哋嘅田地啊，嗰度攬嚟田，滿度攬嚟田咧，都要潛水啊，但係不出來，潛水，不出來，所以講有啲田地咧，乾虧一定強數。一定有水，一肥當個按照哦，有水質一定要水質，一定要啊！我想去試一下，我想去感覺一下嘅水安樣吼，做出來嘅感覺。哇！冇想到我看，我哋然後去個自行車行走就看到了，哇！降水安樣，強啊！呢位然後竹田然後屬於我哋嘅總隊。好山好水出好人啊！實在很神奇哦！
潜水不出来的地方，就對腳踏茶土嘅路順巷。昨天正經喺天公伯上下，有安難得嘅好環境。河水除了種出好嘅農產品，昨天還有其他嘅產業，咩同河水有關哦。我哋繼續順着龍江海向上頭嚟前進，慢慢嚟講本大家堂。哎，小蛋，哎，戴春菊的老師。市長你好。哦，小蛋。哦，我來麻煩你了呀，哈。哦，係第一啊，都盡量很講。哦。啊，而家下來嘅地方都係呢度咧，綠水橋也是的，係。哦。對太太港出發，順着龍江海向上頭行，在二路內嘅綠水北公廟一片，都係船運嘅終點站了。再向上邊行，因為水土越來越黑，故所要改做陸路來運送貨物。在順河一處金生田，咪有人講係二路內嘅比薩斜塔，有200年嘅歷史，同客家人咪親有關係哦。哇！哦，一路係嘅，我哋呢度咧金生田啊，哈。金生田啊。哇，先生，哎，哦，聽見你啊，哈，哎呦，行得龍江海順條，看到清江誒。以前那個龍江海水是清香呢，哎呀，浮出來。那個水質一定的吼，因為水質改好，不是人家附近吼，都有一下大頭油廠，也有的，人家個有名啊，頭油白，頭油白。哦，一路係嘅，我哋呢度咧金生田啊，哈。金生田啊，哎，小蛋，唔好看一金生田哦，喺啲受獅子嘅地方哦。其實哦，一金生田對我哋教育子有侵害嘅作用哦。乜個作用咯？你我哋頭擺啊，哈，都聽人成日都喺教生人嚟講，哎呀，你細慢讀書哦。嘅獅子啊，吼，唔好亂接呢，因為人嘅獅子啊，吼，你亂接嘅話，肯定人都啱讀書唔來啦，哈。嗰陣頭擺我哋嘅獅子啊，唔可以拿來講，冇錯到，絕對冇錯到獅子。按個嘅獅子唔會參人家講係用報紙啊來包東西啊，絕對冇安尼嘅。嘅獅子係出，我哋參加講哦，無同嘅垃圾向下邊，我哋都樹行起來啲拿，看參加啲差唔多獅子南方講。還有一隻藍嘅，參加啲藍嘅，差唔多10月8日喺冇都4、5月，如果有屬獅子嘅阿伯。好，都開頓太獅子郎嘞，都開了哈，都過來數獅子哦，都他個人都獅子都拿出來，有獅子拿走嘛，可能佢都拿起來食，社會獅子火呀哈，有咩唔可以亂接呢？錯，錯，唔咩？佢社會哈，做乜嘢時候呢？社會係嘅獅啊，都飛上天堂空氣錯，都人生呢就千萬讀書安尼。嘅字啊，吼，嘅字哎用比起來吼，社會字哎用吸回來，嘅靈氣都來，都係讀書，有意思啦。嘅火呀，哈，嘅獅子火有咩唔好亂接？你咪拿嘅火把頭擺到個，拿火把，因為我社會啊，我手出去啊，但是神有接到冇？唔知啊，不接到，要讓他知道，接到，比方我講嘅火把，被流到太陽，流到海流王嘅搞一本神嘿啦，那個真實的嘿啦，都真千有意思哦。金生田咪喊做金絲田，係客家莊特有嘅民族建築，意思係愛大家石子金絲。喺竹田西市莊還有一個文筆田。大家都講係金絲田嘅現代版，做係保留受獅子嘅功能，含服侍關聖帝君、至聖先師，還有文昌帝君。相傳具有文房四寶嘅風水格局。文筆田嘅當行有一支筆，金子路係墨，蓮花池就係煙，頭前嘅空體就係紙，筆、墨、紙、煙都有嘅。係採地考生祈求讀書順利、考取功名、享保青春嘅素材哦。哇，先生，哦，聽見你啊，哎呦，行得龍江海順條，
看到清江诶。以前那个龙江海水是清腔呢，伊等下像个俺哋个水质啦吼，系清火的啦吼。啊，你太湖山下来的水吼，伊经过天南下嚟流到样，俺哋个青岛讲嘅瀑流水，都大水大自然水下落去，伊都起来了，不出来。啊，甚至一年呢，1年12日就系，啊个水质一等了吼，因为水质过好，不是俺哋个附近吼，都有一下架头油厂。也有得，人家個有名啊，跳油白，李安田啊哈，啊也都睇啊，都睇到喺度睇啊。哦，這個咩啊？係都喺度睇啊。哦，圈圈咧。都見係啊，二等都買到睇啊，做跳油啊。哦。啊，人家啷曬去竹田驿站嘅是的，都舊年啊前年啷曬去。其實我以前嘛有拿去檢驗過呢，係自己環保去檢，哦個水質一等的啷，不所以哈也一等做出來跳油，也特別好食。好啊，我哋做啲。講按到啲水啊，好水啊，吼，挨日啊，落去請個跳油吧，好嘛？好啊。啊，落去請跳油吧。因為有暗好嘅水質，竹田在日本時代就成立為高級嘅跳油工廠。戰後日本人走嘅，唔過技術留下來嘅。在全盛時期，竹田有幾何十間嘅小型嘅跳油工廠。一下小作工坊轉型成功嘅典範，就係跳油吧。都見還保留後輩嘅甘醇風味。跳油吧英文名吼叫跳油吧嘛，一聽啊對咧跳油啊吼，真甜，係嘛？係用講。冇啦，13年啦，我對民國60年啦，我都開始做跳油啦。啊，伊賣都差唔多成50人些時啦。啊，因為我呀對地方上咧，和安尼服務來就我有做啊。所以咧，一般個後生嘅啊，都開始都向阿爸就話嚟跳油，啊我12年都講啊，但一般我哋可以申請一個商標啊，我哋都用跳油吧一個商標啊嚟紀念一把嗬，創作一個跳油一個事業啊，就按嚟來啦。我哋也是水質啊，都係太湖山流下來嘅水。所以一個水啊，吼，相當清潔。我哋唔是嗰啲阿姨常年吼，氣甲會流出來，非常強。所以呢，有安尼好嘅水質啊，來去做一個跳油啊，能夠有好嘅味道，大份口感。哦，也都我哋也今日現在第一是做一個跳油嘅最基本嘅個現在嘅地點啦，咧。哦，跳油吧愛用講嚟做清楚啊，吼，但係條件個。看到個水啊，吼，啊用標出來嘅水啊，吼，唔係自來水哦，天然嘅。係，已經完全自家自動流出來咧。你看，呀吼，有好水啊，吼，還ยัง有辦法做到好嘅跳油，係嘛？跳油吧係龍江海順巷起始嘅，幾廿年前國泰營業過後，呢度用閒客多嘅漿鋼，將曬到地下嘅廠皮。雖然講產量比頭擺多千多。唔過做跳油嘅步驟還係維持傳統，冇改變。就算有條嘅石頭用機器來做，唔過人工偏乾嘅方式還係同頭擺同樣。哦，你睇跳嘅都綿綿嘅哦。我哋用樹枝頭啊呢。哦。好，有冇表示它完全蒸透了，這樣就是合格的原料。哦。那做得吃嗎？可以啊。好食啦，甜甜的哦。做跳油嘅第一步，都會同黃跳嘅準備熟，整點半鐘過後，都做得拿出來，同時加入麥粉。哦，你看，你下跳嘅土地整好咧吼，哇，用名嘅圓哦，真熟哦，會熟哦，會熟哦。哇，那個烏龜啊吼，土地裹上啲麥粉啊，等下吼，之後會做乜嘅？我哋送去廚師裡邊試取嘅。哦，啊，聽講你我哋都看得到伊個長菌的行菌咧，田嘅安尼。哦。做跳油除咗用料量產，時間咪係個關鍵嘅因素。我哋花係3年嘅時間，為味道去完整嘅記錄。聽日關鍵嘅時間到了。去開戲咯，去開門咧。可以啊。我開門，芝麻開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我先睹為快。哦，哇，你係第一擺看到安用誒。
哇，钟哥有样模样啊！大场面是按有按胎诶，你看。哦，你无看过诶，哎，有睇到咧米汤，无抽到，抽油上嘅抽诶，係米湯。小蛋长得很好，也咧比啊年代本。啊，唔看下上面有啊个。你看咧，蛋糕有咧毛毛诶啊。也都係我哋嘅醬油曲菌。哦，这些挑蛋糕按呀，对吧？哎，俺问你哦，你看到你说那个菌啊，哈，是做酱油的，是不是这个菌才能做你们的酱油？对，因为我哋野味啊有完全性的问题，唔像特别老人家做，伊就係睇佢整好，用嘅吊车野还是讲用嘅全部咧找迄个野味吼，高一地上面，啊本吃养的菌咯，上一條嘅體位上面做肉鋪，可是它呢會有的問題就會可能會有偏葉菌毒素的問題。哦。因為它的野味菌呢係經過選過，挑選過的，它是不產防菌毒素的。哦。你啊，大傀儡以後，一底杯就是做得看到嘅。用我哋咧，釀煮全部地看到都冇。总体一个色，杂色就是除了我们要的那个淡黄绿色以外的，比如说五色的哈，五色，还是讲长泡膜啊、泡泡虫虫的，这种的都会污染菌。哦，泡膜都会毛霉，都会铁色，晶体。它五色的都会跟霉菌，那个都不是我们要的纯的菌，我们这个只有酱油曲的菌。而家而家都會有彈性，多啲苗啊！稍微彈性一下啊。有呢？有彈性哦。哎呦，可以呼吸哦。張起來，哎呦，這樣子。哦，來，人家動作場面都來了，吼！哇！哦，你看。哇，單魚邊一條一條的。有兩看到一條一條，吼。有看到無？七七八八按拱啊，按斗啊，做得大傀儡啊！可以啊。哇，來天數，好，1、2、3。做點苗啊？稍微感觉一下啊。有呢。有弹性哦。哎呦，可以呼吸哦。張起來，哎呦，感覺。還有那個菌。但是它做出來如果加鹽水以後，伊4到6十年以後變得跳漿啊。跳漿。哇，變跳漿。這6粒壓出來嘅漿汁有嘛？差唔多有2000公斤。還有2000公斤哦！咱釀食就無跳水哦，你愛去做跳魚哦。這2000公斤煮出來有嘛？可以做我哋玻璃樣嘅跳魚，用800升大。做出用800升大嘅，哦，跳魚關啊！講帶油，哎呦，然後這都得變成幾千關的個跳油，你看，這些品管還有個環境抗錯，哎呦哈，環境抗錯就做得上做按斗的跳油，哦，都流汗嘞，你看你按斗，啊下一步做係乜解啊？呀，就底下都用機器啊，蝙蝠機嘅打鬆以後，啊再填補嘅我哋咧痛嘅地方。哦，人家動作場面都來了哈，哇！哦，你看，這就蒙傻眼呢。哇，三個油邊一條一條的。有兩看啊，一條一條，吼。同新鮮嘅肉脯有鹽性嘅黃體味打上咗一粒一粒過後，將做得表啊纖維同地擺，加入鹽水嚟發酵，比例有嚴格嘅要求。改良嘅纖維桶都可用6體桶，係講係傳統嘅漿缸係48缸。哦，去翻譯嘅時間來了啦！基本上吼，我哋這兩邊我哋係做乜嘅？係裝跳油嘅地方啊！吼，一般兩個我做嘅成數嘛嘅。成數哪個呢？啊，是按有按鍵長哦。哪個呢？咁多一蛋糕，哦，去做嘅。裝跳油。錯。磨槍大型嘅跳油工廠全自動化嘅生產，一片嘅片幹還係全靠人工。
係講透油量少嘅，還要靠作業員再添加失敗嘅。以下珍貴嘅畫面來了，親手本人看嘅透漿就會呈現在大家嘅面前。有看到冇？七七八八暗講啊，暗度啊，做得大虧類啊！可以啊。哇，眼天數。好。你底部係乜嘢東西？如果我哋咧講帶油嘅透漿，係冇壓榨咧。哦，原汁原味這隻料味啦，吼，港帶油，1、2、3，好，哇哦！我俩色清醬呢。係啊，我以本一頭曬以後，我要混塗嘛，啊要慢慢的分解。我就當中我去落，係要落啊，係我落比均勻啦。哦，因為一頭嘅唔係米粒吧，攏吸嘅鹽水啊吼，要個均勻，嗰陣借由外力，然後一發酵啊，我產生氣體二氧化碳。哦，我囤啲二氧化碳體排出來之後，再讓本嘅新鮮的空氣入去，安尼我哋底部嘅酵母菌，加下了工作酵母菌，而那會生得較好一些。港帶油係沉澱到最大下最精華嘅一層透油，香氣咪最濃。安尼米絲天作愛4到6年嘅時間來醞釀，做唔得急。昨天甘醇嘅糯米絲，在李家嘅努力之下保留下來嘅。身為昨天人，透油白在事業發展以外，咪請關心家鄉嘅事情。記下10年歷史嘅竹田茶站，就會在佢嘅努力之下，將本人保存下來。竹田茶站，係我一個竹田茶站吼，都對日本時代那下眼嘅，啲日本時代都保留下來嘅。伊個呢，地板全部用一個檜木器，日本一個檜木都檜木嘅原木啊，去所打造嘅一個站啊，所以伊都更加，你看伊嘅地板嘅樹木啊，全部都唔會爛唔會霉，包括佢用嘅倉庫佢用，佢用佢啲倉庫，佢要咩用檜木器嚟做嘅，所以呢，按老嘅茶站啊，我哋內邊小吃廳。對於我哋竹田鄉嘅來講啊，係啲損失啊，所以嗰當時我哋那麼講，假如好我哋來寫出我哋愛訴求嘅理由啊，來向交通部澄清，倡議保留。當時咁樣我哋咧毛院長啊，毛治國院長啊，以前都答應我哋講，假如好我哋用採取人哋用精簡人事嘅方式來保留到今日竹田嘅茶站，哪有法度保留？希望就會拆起嚟安尼。好得有跳有罷啦。冇啦，我哋小面台俾飛塔啊，嗰3萬2啦，係咪啦？係。去地位看一下。好啊，來。嘿，你看呢有寫 I love 竹田。係，一個都對頭擺都見保持原來嘅咁樣嘅風貌吼，冇一啲改變啊咧。竹田茶站在1939年建造，係台灣留下來少數幾個冇錯嘅火車站之一。雖然以下要對順康嘅新站出現1台，不過竹田茶站還保留買票嘅窗口，冇行業歷史，咩還繼續留啲竹田人嘅習慣度。好山好水出好人，然後呢，只係我哋從古到到今日美食時間了。大廚係乜啥呢？只係我哋呢阿祖記，噔，看你用板做那個美食料理，本來呢從古到到今日，觀眾朋友試一下。好，冇問題。阿祖姐都係透油白嘅食嘅，早期透油工廠地邊嘅員工，大部分係女僕嘅慢慢提起來嘅。阿祖姐不是為員工煮宵夜，今日我哋來拜訪，今日當去做下。利用自家嘅透油做出一項又一項嘅料理，本我哋食到嘅年代嘅糯米絲，老東西越久越香。今日我哋食到嘅，食飽飲酒，家園繼續順藤兩江海前進，一片都係綠隊當中嘅後隊。然後呢，田內龍江海愛用下來到了內埔那邊啊。通過那邊水啊，好，清好，做到清好嘅東西。今日呢，田內從古到到今，向下比起來。內埔係台竹田過後綠隊開發嘅第二個地方。
当然先民孙的两江还上来推了片开垦。到今河坝村嘅两片，还是女仆嘅最闹热嘅地方。从西推一边睇嘅种阿婆，见证了当年嘅盛况。我印象啊，吼，我拢喺那個銀年頭擺洗衫褲啊，來一隻洗，好啊，相當撈嘅水呀，哎呦，搭太水搭槍，一朝間有嘅太湖山嘅向嘅人流下來嘅水。我銀年拍緊嘢，歡迎家出緊睇下洗衫褲，拍緊嘢然後種菜、熟嘅、熟鴨嘅會睇下嘅楊枝欣。我見我都講楊枝路，楊枝路，係。哦，我們女僕啊，以前啊，是拍緊嘢都客人，我見到客人好多人家裡嘅乜嘅原住民啊嘅外省人，會好大緊嘢。會好啊，大家都和平相處。對，都變安尼啦，幾多間都客嘅，來大家來嘛。好啊，來，好。哇，來，很便宜。阿婆嘅屋下都喺那台楊枝路嘅羅記巷，莊家對前台開始，都經營腳照嘅生意。傳到阿婆嘅書巷，已經係第四台嘅100年老店了。嘅我屋下好彩有個水人啊，十分好，所以可以我祖先啊，都先出到我一隻嘅都。做酒啦，做酒啊！一個水做酒啊，一個水最必要呢。祖先啊，天一台都做酒賣，啊做千多賣，做賺咗千多錢，做100個人嘅木嘅。一個木嘅吼，都100個人嘅歷史哦。店嘅後輩都係阿婆屋下2層樓嘅厝家，因為水質好，公賣曲同青島麥酒。咪選擇呢一片來實廠，因為也做唔得腳屎酒嘅，故說阿婆改良做酒嘅技術，改賣酒釀小食。一下來到啦，做下咧哦。係啊。做下有輕重要事情去做，乜嘢事情呢？太子？我而家睇下整理啦，整理我做酒釀啊。去做酒釀哦。因為阿婆識時多嘅，也做酒釀嘅工作，就交俾每人來接手。糯米成熟過後，放到唔會6年嘅長土，撒下來放喺容器地杯，椰酒曲，利用中火發酵，36點鐘過後，就會香噴噴嘅酒釀，係來女僕嘅天作愛食嘅好料理哦。今日呢，雖然兩江海，家園踏緊鮮明嘅腳步，對太太講來到女僕嘅，一條水路古道嘅小街，到夜就會結束嘅，天淺淺嘅團霧。唔過，我哋下網數過我，已經鬧熱嘅發通就可以開始。從古到到今啊，這北部呢有拍過嘅冬涼啊，一係呢客家人嘅12大節慶最重要嘅節日，一下呢至南部係乜嘅？是係我哋呢公炮城啊，馬薩金叔叔呢絕對要被太過了，我哋去同佢共壓訪問一下啊。太哥你好，好，我叫手用滿稱呼啊，我姓葉，葉噃，我嘅兄弟葉太哥啊，葉太哥啊，我兄弟啊，你親弟啊，呢個公炮城嘅故事還有典故係嘛？都嚟同大講一下嘛。講炮城嘅內容同埋佢搶仔嘅時代，佢因為台灣客家人來到屏東嘅時間，有福建嘅時間啦，有一個原住民和部落人，佢不是有嗰度衝突，雖然都組成一個團隊，一個民兵，組成一個團隊嘅時間呢，我哋6隊都有分成6個部門，有人呢發動嚟到當時嘅時候，提醒我哋村民嚟講，有人來打我哋呢哦，我哋點搶台把煙火烽火中央，提醒我哋村民講有人來打。兩人係啲咧啦，如果6隊2位啊，因為嘅大武山啊，還有沖下來嘅水啊，有好水，有好天奶啊，不說啊，開家土地上嘅了，有兩天奶啊，佔地盤的意思啊，不說啊，6隊2位嘅客人呢，只有咧講炮上，哎呀，等下呢，
哦，你好梦影哦，来你试一下，本大家看一下啦，枪炮上有进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云霄尖炮城。等下，同江头讲一摆，马该。云霄尖炮城。元宵。云霄哦，这云荡狗啊，有意思啊。龟狗的意思。龟狗的意思哦。大家用板，应该讲闭塞啊，用板。要闭塞係咪？嘿。哦，我哋真解狗突呢，哦，迄堆是公厕開始。是公廁。啊，米一堆呢有應嘅人。哦，一堆有應嘅人，米一堆有米是咧嘅自拋哦，啊，計時3分鐘。哦，3分鐘之內我接，然後看埋你國腳，算時間咧。哦，算時間咧。國腳兩邊攏佔好了，哦，佔到誒，都一樣。下這個團體賽啦，吼。哦，係啊，上贏一堆啦。哦，對。哪一队安利会？安利会，还有，看到这奖炮上啊，奖你底杯，会兴奋啊！太兴奋了！虽然讲困难，但是还是有人够厉害。哦，奖咩嘢？在赢困难呐，吼，奖到底杯就会哇！开防疫啊！八竿秒，我喊个博成啊，啊你丢几次才中啊？第20次了，最后一发，对啊，最后一发20次了，全队加起来20次，对，那你是最后一发中了，对啊，这是我们全队的，全队集合，哦，有你会共汉嘛？有啊，那中汉汉民啊，中汉汉民啊，还有，太好了，哎。那位你的队名同来讲一下。都缅怀队。哎呦哇，这么有含义啊！对啊，缅怀。以前阿公在生的時間都上好看嘅啲東西啊。哇！喺度過神，喺度上比賽啊。圓夢啊！係啊。哦，哎呀，基本你看最後一發哈，有獎到底位。係啊。幹夠用板同來講一下咯。輕鬆哈，有意思啊哈。係啊。中部高中营缅怀队，按貼片又有意義嘅發通，假如當然我嚟思考啦。再嚟個，玩冇咧，要一班嘅時間咧嘛。喂，哦。哇！冇簡單啊！但唔係多餘啊，冇辦法啊！冇簡單哦！冇啦，阿勇滿天星啦！佢講，阿勇媽聽好啦哈！阿勇啊，中國高德金有發音嘛！哦！六隊將炮上對每年嘅元宵節來記下，希望今年無來，加高興年記得愛來報名參加哦。